你係有價值嘅，你已經準備好啦。所以睇到呢條片，因為你已經準備好啦。呢個世界往往接收你創造嘅魔法、奇蹟、療癒，一啲都尚未創造出嚟。我想同大家分享 channeling 嘅 YouTuber 到呢個練習，佢條片我會擺響呢個練習。我同我嘅學生一齊做咗，自己都做咗。佢幫我去揾到我自己想做嘅嘢，真正令我發現到我現在做緊嘅嘢，其實係我自己創造出嚟。如果我可以做到，我嘅學生可以做到，咁睇緊呢條片嘅你都會做得到。我哋一齊慢慢咁做深呼吸，吸氣，吸1、2，呼氣，呼1、2，將你嘅意識帶到你嘅心臟，專注感受你嘅心裏面有啲乜嘢浮現，可能係一啲文字，可能係一啲畫面，可能係一啲想法。當你聽到以下問題，請你專注內心浮現嘅感受，有啲乜嘢令到你感到有成就感，好開心，諗起都會充滿力量，充滿熱情呢？有啲乜嘢令到你好享受嘅，好享受創造，好享受表達，好享受經歷嘅。無論呢啲事情睇嚟有幾簡單，或者幾細，幾難做，或者幾唔可能做到。可能去旅行，係分享美食，係分享你嘅影片，係分享你嘅心路歷程。無論呢件事係點樣嘅，請你跟隨呢一個召喚，你嚟呢度係為咗成為創造者。你嘅靈魂團隊同創造，你嘅內心擁有所有嘅魔法，所有嘅光，所有嘅愛，所有嘅力量，所有嘅真理。而呢一啲正係其他人尋找緊嘅，請你等你嘅靈魂團隊引領你走向你嘅人生藍圖，喺你尋找嘅過程裏面會變得越嚟越清晰。喺留言同我分享，你睇到啲咩？